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环保局清洁人员除了负责平时的粪扫清运，另外对着居家隔离的粪扫处理、甲环境的清洁甲消毒，工作量会用讲增加袂少。对此，这位议员纷纷替清洁人员来签名，该当人员不足，该补人就要补人。至于第一线的清消人员，防疫的物资是毋是有充足，甚至适时来提供快筛试剂等。机长，你怎么去保护他们？你如何去替他们做好一个防护网？基本上呢，我们清洁队员的这些防护用具，包括口罩，然后面罩、手套，然后这个部分呢，还有我们的消毒液呢，都随车会配备。这个部分基本上都有做。当然，主要是要我们的清洁队员呢，在工作的时候呢，还是要确实落实这个防疫的措施。那这个部分是我们有一再的要求。那至于说，所以同样的机长，你要求他们，你就必须要把一些配备做好。有，一定有配备做好。一定供应到。好，你不要把它推在前面的时候，你说配备，你要求他做好像什么都没有。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有给他。所以你一定要做好。第二就是说，当然每个人接触的时候都会怀疑，我是不是今天怎样？因为他也必须要回到他的家庭里面，他也怕他把他的一些病毒带回家，所以他也是蛮担心的。所以现在的快筛剂，事实上大家就是非常的，就是大家非常抢手啊，因为足强嘛，非常强。快筛剂你是不是要提供给他们？我们如果有质疑的时候，环保局有准备跟你做报告，都已经准备好了吗？有切吗？我们在大概1个月前就已经采购了。都已经采购好，就已经这个我事先就考虑到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因为新冠疫情本土的病例来增加，虽然中央无愿意再公布确诊的卡额，因此嘛有议员担心环境的清消问题。对此，环保局回应，原则上公共的场合，环保局也是会做清洁甲消毒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